没得病，机票啦，那对啦，搞回来差出了嘛的。你们这菜，你们这来。啊，你巧克力不菜啊？你菜人啦，你们这来，俺们啥我没来着。我把我啥都秒了，巧克力个。啥都晓得，巧克力不啥。巧克力我把我啥都秒了。哎，搞了巧克力啥那天嘛，你们啥都晓得。俺啥用的？俺那用，俺没事不想到，俺我啥来有呀？哎，晓得是有的，人家也搞了一啥别巧克力啥那什么，我晓得不是有来有。哪没有？俺们俺啥住了？是不是啊？哪里乱拿？咱是巧克力。哪边来着？啥？哪边来？绿杨梅了，巧克力啥？哟。哎，巧克力不啥搞个肉。绿杨梅了，巧克力啥？绿杨梅了。哎，这哪玩巧克力不啥了？巧克力我把我啥来呢？喏，那月零二老师也好，那月没得病机票啦，那对啦，搞回来差出了嘛的。巧克力不啥呀？我呀。啥把配来了？巧克力不啥了？不严的。到来着，你到来着，俺谁住来？俺搞不啊。你们晓得，俺没啥晓得，巧克力的啥？俺知道家里一些人，我们那里巧克力没啥的，绿杨梅那家呢？对呀，你巧克力没得病表了，那对啦，喏。那有啥办法？谁你们都个那巧克力啥？